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总统府带了那么多的长者到都会区去。那当然有一些期待，就是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传达给上面的人听到。要走侧门的时候，部落的长者以及部落的代表们，他们有一些声音是希望，如果不走正门的话，那就撤退，那就直接回去。当时我个人觉得说，既然已经上去了，要发挥最大的效应，所以在2选1的过程当中，大家选择了第2条，就是走侧门进去。部落一个个陈述目前所面临的状态，可是接待的官员们，他们对于这些事件感觉上好像跟自己没有任何的关联性。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原住民的基本法其实并没有保障人民的权利，特别是阿美族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民族，累积了长久的一个积压，终于选择走上街头，然后去抗争这件事情过程当中，被这样的方式来对待。我们非常有诚意的想要把这些事情诉说清楚，然后让官员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痛苦。但是在我们陈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感觉到官员们他们一直是在状况外，他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到我们所承受的这种压力跟痛苦，那用一种完全不合理的方式，去回应我们的诉求，这种面对老百姓的怒吼，却依然没有任何知觉，这是一种非常麻痹的征服。我觉得这也是中华民国的悲哀。